唔少人聽到呢一句古話，眉毛一根長勝過萬擔糧，第一反應往往係質疑呢一個會唔會係老一輩人嘅迷信講法？時代都咁發達啦，仲喺度傳播呢一啲過時嘅觀念。如果你都咁諗，咁可能對呢句說話嘅理解仲停留喺表面。中華文化嘅精妙之處在於，好多話語並非字面意思咁簡單，而係承載住更深層嘅人生哲理。先講下萬擔糧嘅意義，邊個唔希望糧倉滿滿、生活無憂呢？喺傳統農業社會，糧食就等同於財富，係生存嘅根基。有咗足夠嘅糧食，意味住溫飽無虞，生活有咗基本保障，甚至象徵住富足。咁呢個道理咧，顯而易見啦，冇人會否認物質財富嘅重要性啊。但係眉毛一根長又係乜嘢意思呢？呢個讓好多人摸唔着頭腦。唔通眉毛長出一根特別長嘅毛，就能夠不勞而獲，坐享萬擔糧食？當然唔係咁回事啊！喺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啲人中意通過觀察身體嘅細微特徵嚟判斷一個人嘅健康狀況、性格特點，甚至人生運勢。眉毛被稱為保壽宮啦，眉毛嘅狀態往往反映一個人嘅精神面貌同身體狀況。嗰根長眉喺民間被稱為壽號，通常出現喺中老年人身上，被視為長壽嘅徵象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年輕人新陳代謝旺盛，眉毛更替頻繁，好難有特別突出嘅長毛。只有活到一定年歲，身體機能相對穩定嘅人，先至可能出現呢一種現象。而家我哋將呢兩部分連起嚟理解，一根長眉象徵住健康長壽，萬擔糧代表物質富足。呢句說話嘅真正含義就清晰咗健康同長壽嘅價值，遠超過巨額嘅物質財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個人坐擁金山銀山，卻體弱多病，終日同藥物為伴，山珍海味冇胃口，埃牙羅綢緞冇精力去享受，良辰美景亦都無力欣賞，咁呢啲財富對佢仲有乜嘢意義啊？可能仲不如一個身體健康嘅普通人，能夠粗茶淡飯食得香甜，粗布便衣着得舒坦。再深入一層思考，假如一個人雖然積累咗萬貫家財，但英年早逝，咁佢辛苦一生積攢嘅財富，最終亦都無法親自享用。中國人向來重視壽，將佢同福祿喜並列。因為只有擁有足夠嘅壽命，先至有時間去體驗人生，享受成果，創造價值。冇健康嘅身體同足夠嘅壽命，一切都係空談。當然，呢句話並唔係要我哋放棄對物質生活嘅追求。基本嘅物質需求必須滿足，向往更好嘅生活條件亦都係人之常情。關鍵在於把握好度，分清主次，唔好本末倒置。好多人喺年輕嘅時候用健康換金錢，覺得身體係本錢，年輕嘅時候扛得住，於是拼命工作，午夜加班，飲食唔規律，作息混亂。等到年齡大咗，錢都係賺咗一啲，身體卻垮咗，再想用錢買返健康，往往為時已晚。呢個時候，佢哋先至真正理解眉毛一根長勝過萬擔糧呢句說話嘅分量。嗰根長眉並非偶然出現，佢背後有住深層嘅原因。一個能夠健康長壽嘅人，通常具備以下特質。首先係先天嘅良好稟賦，呢個係父母給予嘅天然優勢，我哋常邊講嘅底好好。其次係後日嘅合理保養，識得乜嘢有益健康，乜嘢有害身體，注重飲食起居，調節情緒狀態，進行適量鍛煉。呢種保養係長年累月嘅堅持，唔係一朝一夕嘅功夫。第三係平和嘅心境，好多長壽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心態平和，不過分計較，唔容易大喜大悲，識得順其自然。呢種內心嘅平靜對身體健康極為重要，因為氣大傷身，長期處喺負面情緒中嘅人，身體機能必然受到影響。因此，呢根長眉不僅僅係一根毛髮，更似係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嘅結果。良好嘅生活習慣、平和嘅心態，加上可能嘅先天條件，共同造就咗健康嘅身體同長壽嘅體現。呢句古話對我哋現代人有咩啟發呢？第一，佢提醒我哋將健康放喺首位，健康就好似數字一，其他嘅財富、地位、名譽都係後邊嘅零。冇健康呢個一，
後邊再多嘅零都失去意義。無論幾忙，工作幾重要，都唔能夠忘記照顧自己嘅身體，合理飲食、充足睡眠、適量運動、平和心態，呢啲都係為健康儲備嘅糧食。第二，佢教導我哋要有長遠眼光，唔好淨係盯住眼前嘅利益，唔好淨係追求短暫嘅快樂。人生路漫漫，要為長遠打算。後生時嘅透支，往往要喺年老時加倍償還，所以要學會節制，學會規劃。第三，佢體現咗生活嘅智慧，追求財富冇錯，但唔好俾財富奴役。金錢應該為人服務，而唔係人成為金錢嘅奴隸。當追求俾你身心俱疲，失去健康快樂嘅時候，就該停低落嚟反思咁樣嘅追求係咪值得。中華文化講究中庸之道，強調平衡。呢句說話體現嘅正係呢一種思想，既唔好完全放棄物質追求過苦行僧嘅生活，亦都唔好窮奢極欲不顧一切，而係喺物質追求同身心健康之間揾到平衡點。喺呢個平衡點上，你既能夠享受物質帶嚟嘅便利舒適，亦能夠擁有健康嘅身體同寧靜嘅內心。深入思考，嗰根長眉除咗象徵長壽，有時亦都代表一種福氣。呢個福氣從何而嚟？好多人以為係天賜嘅運氣，其實喺中國人嘅觀念裏面，福氣亦都係收嚟嘅。心存善念，與人為善，樂於助人，積累嘅係善緣同埋正能量。慢慢地，你嘅氣場會改變，好事自然會揾到你。呢個就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嘅道理。當我哋睇到一位學法童顏嘅老人，眉宇間透住慈祥，眉毛中有一兩根特別顯眼嘅秀毫嘅時候，我哋唔應該僅僅羨慕佢嘅長壽，更加要思考佢長壽嘅原因係佢一生嘅生活方式，係佢一生嘅心性修養，共同造就咗咁樣嘅結果。咁呢句話咧，仲提醒我哋咧，有啲嘢嘅價值咧，冇辦法用物質衡量。萬擔糧係有形嘅，可以計算嘅，而長眉所代表嘅健康長壽、內心平和、人生智慧，呢啲係無形嘅，好難用金錢購買，但對我哋嘅幸福感同生命質量有住更深遠嘅影響。人係觀念嘅動物，你點諗就會點做呢？如果你認為金錢至上，可能會不惜一切代價追求金錢。如果你認為健康同內心安寧更重要，就會喺生活中做出相應嘅調整同取捨。老祖宗留低呢句話，就係希望我哋建立正確嘅價值觀，分清乜嘢係根本，乜嘢係末梢。我哋常話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。因為老人經歷豐富，見過人生百態，沉澱落嚟嘅智慧深厚。嗰根長長嘅眉毛，仿佛係歲月喺面上刻下嘅印記，係人生經驗同埋智慧嘅象徵。當佢哋娓娓道來人生道理嘅時候，特別有分量。呢種智慧同人生厚道，豈是萬擔糧能夠輕易換嚟嘅？所以唔好少睇祖先傳落嚟嘅呢啲古話，佢哋能流傳數百年乃至千年，必有存在嘅道理。佢哋係無數中國人生活經驗嘅總結，係人生智慧嘅結晶，用最樸素嘅語言揭示最深刻嘅道理。眉毛一根長勝過萬擔糧，唔係俾我哋執着於嗰根眉毛本身，更唔係迷信，而係通過呢個具象嘅生活化比喻，話俾我哋知一個關於生命價值排序嘅重大問題。佢提醒我哋要珍愛身體，追求身心和諧，明白生命嘅真正價值所在。